来看新竹县竹北总近6家一个百货公司的建案边仔今仔早起路边放弃破一个大坑，还停伫路边的一台特斯拉轿车，规台车落入去坑内底。交车不到1个月，令人堪忧啊！这边，我觉得很心疼，就没办法碰到了好险人没有在车上啊。我们下午会来做一个现勘，那配合工地这边的开挖，我们来了解真正发生的一个原因。那跟这个地下水的这个抽取，那这个工地的这个停工的状况是不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我们会再来了解。那目前我们也已经要求工地我们在停工之余，我们也会针对建筑法相关的处罚的规定，我们来做一个罚款。那针对这一台车子掉到这个坑里面的这个部分，那损毁的部分，我们也要求建商来做一个赔偿。今仔早起9点外路边的这台特斯拉轿车本地是停伫边仔，因为路边熊放弃破一个大坑拄好停伫顶头的特斯拉就落入去这个坑内底。民众嘛发现讲路面除了有一台山薄薄的红门迄个点仔架下面是无物件。根据了解这附近的路段已经连续发生几啊届路放弃了。有民众是质疑讲是边仔的工地造成的。新竹县长杨文科嘛随去现场关心，要求建商得爱先停工，来进行24点钟的监测，买来展开调查。再来看。